来看上新的儿童流行感冒治疗的指引哦，家里新型的口服抗病毒的药啊，是比目前使用药啊副作用更较少，效果嘛袂歹哦。也毋过目前健保是无给付爱自费。较真流感的囡仔，医生常常会开口服药啊治疗，毋过传统的5天口服药啊，常出现囡仔袂记食，药量伤济，或者是药丸啊伤大粒吞袂落去的状况。经过5年，国内头一届更新，一届服用的新型口服抗病毒的药啊，适合5岁以上、体重20公斤以上的囡仔来使用。口服使用一次，它的治疗的疗程就等同原来的抗病毒药物这个5天的疗程效果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只要吃一次的话，这个可以增加儿童对这个治疗的顺从性，那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。根据调查，国内流感感染的患者，以囡仔上济，学龄前的囡仔占感染的族群24%到30%，咧读册的囡仔占感染的族群30%到35%。要注意的是，流感会当透过喙瘰接触来传染，病毒会当活一段时间，亲像厝内的门把、佚佗物仔、文具。或者是电脑的键盘等筋骨的物件，只要囡仔接触到这受感染的物品，再去吸喙、鼻、目睭，就真够感染。若囡仔感染了后，佮会引发家庭群聚感染的风险。医师指出，新型的抗病毒的药啊，会当降低家庭也感染的比率。它可以单次给予，就可以有效的抑制病毒的复制跟繁衍。所以它可以再吃一次药，就可以有效控制住我们流感的症状哦。目前这款新型的口服抗病毒的药物，无伫健保给付的范围内，患者爱自费。医师也提醒讲，伫流感季一定爱注疫苗，更加爱接洗手、挂嘴罨，才会当防止流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